在祖国西南边陲的澜沧江东西两岸，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民族——拉祜族。拉祜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。拉是虎的意思，祜是用火烤虎肉吃的意思，因此拉祜族被称为猎虎的民族。传说拉祜族的祖先迦帝和拉迪是天神耳虾从葫芦里孕育出来的。拉祜人把葫芦作为图腾加以崇拜，甚至把它作为一个民族发展强盛的吉祥神圣之物。拉祜人为了纪念祖先从葫芦里诞生的日子，就把每年农历10月15定为拉祜族传统的节日阿普阿鲁尼，即葫芦节。每逢节日，拉祜人都会欢聚在一起，吹起芦笙，唱起歌，敲起芒锣，跳起舞，共同欢度传统的节日。拉祜族歌曲专辑《拉祜山乡情之2》收录了拉祜族地区广为传唱的部分歌曲和最新创作歌曲，献给喜爱拉祜族音乐的朋友们。